難啊！情我情迷枉作兒男，書香名門把前程擔，百花貪，冇名難為全孝道，佳人難捨進退為奸，只待天明變作離巢雁，用慘淡。方知件事容易難。容易啊，別是難於是子龍負你，實覺羞慚啊！君你何須如此？於是入世未深，都也料到合歡事有限。於是恨低你為姬妾，負
痛分堪嗎？緣何淺？誠得思前常在，猶記剪竹馬。月上中天，怕聽催人更漏啊！待勞苦求告別，勝似離時兩淚流。說是別人彎彎浪月相望。求動琴玉手慢書琴弦間，心中泣血強怒，笑言輕歌似花讚，真教人最心痛，有淚濕衣衫。人崩耳槍，折黃花奔雲站，說起有言事，最憐香方見姹紫紅札，夢散火如畫。
琴為別，而聲殘。好多謝兩位送上一首咁好聽嘅《南樓別恨》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慘慘戚戚。一首咁哀怨嘅詞，聲聲慢。響北宋年間，作家李清照響佢丈夫趙明誠死後所寫嘅詞。李清照佢早年咧嘅生活咧係過着美滿嘅生活，而響中年呢，因為國家多難，而佢丈夫早年應逝，以致佢呢就係漂泊無依。去到晚年嘅時候呢，佢亦都係過住一啲凄涼嘅生活。嗱，以下落嚟呢一首《聲聲慢》呢，就係講李清照嘅丈夫趙明誠響臨終之前一段悲慘嘅故事。為我哋演繹呢一首曲嘅兩位朋友呢，就係陳富明先生同埋黃以文女士送上一首《聲聲慢》，有請兩位。